今次嘅設計靈魂咧，係在於貫穿全屋嘅法式花線。喺黑色同白色嘅對比之中咧，我哋都特登加入咗一啲胡桃木嘅元素，希望可以沉澱出一種內斂嘅溫度。一直都好鍾意法式設計，今次終於可以將自己鍾意嘅氛圍搬返屋企。法式花線嘅價值咧，唔在於裝飾，而係比例、對稱、深淺同埋節奏之間，幾乎係冇容錯嘅餘地。原來一條簡單嘅花線背後有咁多講究，難怪真正襟睇嘅法式真係唔容易做到。由電梯大堂延伸到我哋嘅客飯廳，每一段過渡都值得被重新書寫。設計唔係堆滿空間，而係識得界定同埋取捨。由打開門嗰一刻開始，每一步都慢慢行入去自己一直鍾意嘅法式生活。原有客廁嘅佈局咧，略嫌有啲局促，咁所以我哋改咗嗰個入口嘅位置，同時亦都拉大咗嗰個台面。改動唔算大，但日常使用會更加鬆容，成個節奏都唔同晒。細微嘅改動換嚟嘅係日日都感受到嘅舒服。主人房原本嘅佈局咧唔算有問題，但未必適合戶主嘅生活節奏，咁所以我哋重新規劃空間，令到佢回歸基本嘅功能同埋秩序。越精緻嘅空間，越令人期待。每日留俾自己嘅時間，都值得好好對待。主浴室嘅設計咧，我哋冇再做開放式，而係重新規劃空間嘅界線。夾絲玻璃咧滲出柔和嘅光源，再加上黑框嘅線條，令到層次可以更加純粹。一直都好鍾意法式，而家終於可以將呢份鍾意變成每日嘅生活。